整个食物直接丢在，他不是丢在我家门口呢，他丢在林北公司楼下，丢在整栋大楼的那个门口底下，把你劈你头壳。吴边达，我先跟你讲的啊，连面我跟你讲，你的行李拢去互Uber Eats抢了了，林北无来骗。烂透了，烂！林北点外送，我想说现在防疫期间，叔叔身为防疫大使，想说无接触，不要用现金，不要找零，信用卡付款，点餐点完，林北在忙工作，讲电话，林北讲点外钟，无用点外钟，我想讲怎么会做那么久呢？一通电话都没有打。一通电话都不打，然后那个讯息也不传，我要问是哪一个外送员，也找不到。林爸拄好清明等到8月半，破恁娘！林爸叫少年的出去公司的门口拍开，公司的门口无，嘛无放伫公司的门口。林爸叫少年的坐电梯落去。规包把你劈伫头壳，他丢在林北公司楼下，丢在整栋大楼的那个门口底下，把你劈伫头壳。如果蟑螂爬过了，如果被猫还是狗吃到舔过，你的算我衰。如果整袋被人家拿走，那到底是要算我的还是算猫的？你底下把恁爸怎劈底下劈点外钟呢？你坑底下是要坑干嘛仔？准备要等啦！明仔要拜第二主呢啊！恁爸敢若来城隍庙请老师请道士来门口招魂来招魂恁遐鸡巴灵机抓咧伫遐招魂来哦，这包食物咯，然后铃机仔摕铃倒来哦，食物的主人这主人你就倒来哦你就倒来摕你的餐点嘛，去心老命，去一个心脏险停呢。吴边达，我先跟你讲的规工请一寡扑龙讲的规工请一寡青光烂的酷撞的尻川放无一个屁，做无啥物好工课的连面我跟你讲，你的行李拢去互Uber Eats抢了，恁爸无来骗，怪人要叫Uber Eats啦，Uber Eats拄好恁爸兄弟啦，恁爸是吴丰义。恁爸兄弟叫做Uber Eats，垃圾囡仔，气一个，恁爸气一个，气一个食无啥会落，规巴倒火，莫名其妙呢。叔叔，叔叔你好像碰气，所以你是吃被丢1小时的冷饭吗？对，干妈恁爸是吃1个小时的冷饭，刚才你吃咖啡饭呢。但是我先处理这个碰气，恁爸会像碰气生目睭发白白啦，自细汉到大汉啦，唔捌看过遮缘投的碰气啦，恁遐碰气，你唔敢碰气，我来讲啦，你规家伙拢碰气啦，挂你的厝边头尾全部拢碰气啦，恁遐牛奶咧，恁爸是茶仔气啦，因爸茶仔气，你敢听我的事？茶仔气是啥？你敢知？茶仔气你敢听有嘛，同学？茶仔气就是袋鼠啦。恁爸见面徛安尼的时阵恁爸才有第三只脚茶仔起king，袋鼠王就是本人，茶仔起king。